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品源。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若去过鹿港游览的人吼，一定听过这句俗语：鹿港有三不见。哪三不见呢？不见天，不见地，不见女人。伊是咧形容吼，鹿港咧过去热日的时阵啊，行伫这热日的街仔路顶吼，真罕咧会当看到这个日头。因为迄个时阵啊，鹿港的建筑吼已经起甲咧密，天顶拢看无啊，日头嘛拢炸掉掉，所以讲吼是安尼的典故。搁有啊，鹿港的街仔路的涂骹吼有铺石板，搁有砖仔角，所以咱去踅街的时阵啊，拢袂去踏到土沙。古早的人吼嘛较保守，查某囡仔人吼袂凊彩来出大门，所以嘛真罕咧会当去看到女人啦。到底迄个时阵的鹿港是有偌尼啊热烈？迄个时阵的不见天又阁是虾米款的形态呢？咱今仔日吼就用鹿港的老厝体来为大家来讲台湾的故事哦。家族伫咧鹿港住200年的柯司机，不忍心看到一个全台湾保留上完整的清代聚落渐渐衰微，伊下一个愿，要伫鹿港修复100间老厝，这栋就是其中的一间。这以前你看这个窗啊，拢是两街是可以互通的，连刚好可以使个拍开了，这边是后边嘛。下次我把它打开，我们就可以进去看。亲像鹿港真侪古厝同款，这间老瓦厝嘛捌有真车样的过去。这间就是差不多是200年的古厝，以前是下郊的一个，应该算因的大厦厝内底。鹿港人200年前的这个咱讲旧豪宅啦吼，就是讲有钱人要安怎去展现伊的迄个有钱的感觉吼，就是因为咱这个厝真长，这间厝才是70几米，要80米迄个长度吼，又叫303的天井安尼。这间吼，当然咱即马想要甲伊规间拢甲伊依照迄个古早的这个形体来甲伊修理起来。200多年前，迄当阵是台湾贸易中心的鹿港，因为环境的改变，虽然无阁像以前遐尔热热，却颠倒甲历史的模样保留落来。这寡老厝，点点啊，伫咧甲咱讲鹿港200年来的故事。咱今仔日呢邀请这位老师吼，伊真特别哦，伊住伫鹿港吼，伊发愿吼要修复100间老厝吼，就是这古早厝啦吼。伊的名吼，我特别爱用这个鹿港腔吼来介绍。伊呢这位就是柯司机先生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鹿港来的柯司机。鹿港迄个家字，拢足古早味的呢吼，就敢像这个厝同款，是安怎吼会去想讲要去修复修理这老厝吼。就咱读的这历史课本拢甲咱讲，加台湾就讲到1府2路3万甲。2路到底是啥物碗糕嘛，无人会知嘛吼。日本时代这个港口就是去读起来了后，船就袂当入来啊吼。本来是一个足丰富的所在，甲中国大陆的这个汉江咧对渡的时阵吼，是台湾上重要的一个对渡的正口之一啦吼。1895年的时阵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咱日本人就感觉这政府就感觉讲。鹿港这个所在第一复杂啦，因为大个拢是地方的人士嘛吼，中华甲鹿港这个讲相对较复杂，所以甲咱的迄个都市中部的大都市就移转到这个台中市这个去，台中市就变做咱全台湾第一个吼有计划做出来的这个都市之一啦吼。就这个情形之下，鹿港就真不幸就转去用边缘化。我去研究吼，规个鹿港即马保存了真好的这个中山路，以前阮讲不见底的这个所在吼，差不多有这个4690几间啦吼。有这么多哦。嘿，4690几间这条叫做鹿港沟安尼入来了吼。其他这个有这个沙洲啦，这个以前阮叫做这个叫做乌鱼寮。乌鱼子要倒位上好食，阮鹿港的乌鱼子上好食，因为拄啊甲遐拄啊好个肥产拄好。阮即个渔民吼，以前吼，若知影即个冬做时吼，即个乌鱼要来的时阵吼，伊就会知影来遮是要等即个乌鱼吼，要去捞求这乌金。这边这是北头，上早阮的渔民是拢差不多是这部分吼。这家顶是因为咱鹿港沟安尼行入来了吼，阮有一条即马叫做鹿港老街啦吼。
这个幺林街甲葡萄街啊，这以前就是挖这个鹿港溪边啊，安尼起起来拄啊好吼。这个船啊，驶到这个以前的船啊，无像即摆咪大只船吼，来食水啊真深。以前吼就免食水遐深的，叫做迄条龙客船吼，龙客船。啊，伊的一寡迄个山板啊，伊就会使直接入来甲咱鹿港的这个迄个叫做阮讲船头行的这个后壁面你就停入去。停入去，啊，咱才甲这货运入来物件整理好势了吼，才甲卖出去。啊，拄开始是一寡船头行去伫这个溪边安尼起来，啊尾啊吼，哇，这个咱甲台湾甲大陆的这个将迄个船长的这个运输愈来愈复杂了吼，在迄个做生意的人就是吼来甲鹿港才会想发现讲啊，这个溪边在船头行无够大，所以因就开始集资，吼啊开始甲这条即摆讲的鹿港大街甲伊做起来，起码会使讲直接讲五节啦，已经叫做五福街啦。这条路我有好奇呢，以前的路敢有遮尔直，应该无吧？哦，这是后来。这个就是尾啊，这个叫做这个1934年了后吼，这个日本人伫咱台湾开始做都市计划，以前叫做市区改建。伫这个台湾统治的时代的时阵，是大家都市差不多拢有做着，台北嘛有做着，中华有做着，台南新化，也是都拢有做着。啊，鹿港其实是较后壁吼，咱伫到1934年已经是日本要战败，1945年伊就要离开台湾啦嘛吼。伊伫1934年才来鹿港做这条街啊，啊，才甲这条。阮以前叫做不见天啦，是不见天，鹿港的不见天，啊，以前的鹿港的这个不见天是主要是大街啦。对即马来讲的这个名词来讲，就是路资啊，真正路资啊。是。哦，伊个专招的生意人来，我就是这区拢我处理，这区我拢处理。啊，以前一条街中吼，为着要顾家己的利益甲团体吼。阮以前因为遮也无政府甲咱做一个城嘛，鹿港无做一个城，啊，但是鹿港太侪生意人要保护家己的安全甲财产，是，所以伊伫个街仔顶呢，会做一个叫做爱门。哦，这个暗时这个爱门吼，这个会甲关起来哦吼，街仔路就变家己的。啊，咱这排甲对面迄排拢共一家口啊。是。一个，算一个团体住伫遐，一个族群住伫遐，啊，有足侪安尼一块。这个爱门的防疫区吼。差不多，阮以前算的差不多58个爱门伫鹿港，啊，即马贴剩一个啊。所以咱即马去较夹去踅拢是即角市嘛，对吧？吼。差不多鹿港差不多30几个，算即马讲是社区啦。是。啊，以前咱就是一个族群来到遮，伊就是一撮安尼，大家安尼集起来变做一个鹿港街啊。是。哦，啊，阮以前讲即个鹿港街啊，即个有点咧形容，像咱即马讲。较歹势吼，讲天龙国迄种感觉啊，街顶人的讲话无相共，目头会较悬嘛吼。啊，边仔侪拢是真卡人。啊，以前有一句俗语讲，即个鹿港人上假死吼，放屎换出去吼。即个伫这街顶、悬顶吼，就是较无共。伊咧做生意的头壳咧想吼，一寡你若即马大部分来看，有啥物无共款吼？第一点，咱讲北头这边种掠鱼仔的，即个族群伫遮大吼。咱讲北头渔村即个所在。啊，这个所在吼，伊嘛是起个三合院啊，吼，我是这个有正新护龄这种的吼。啊，但是咱甲迄农村的三合院，佫无啥共，伊较细个。就是咱农村的三合院吼，就是讲咱伫遐拍碟啊、拍潮啊、拍碟啊、拍切啊、拍切啊，吼，拍切啊，这个物件啊，所以咱迄个大店会较大个。啊，这个就免拍切啊，因为是掠鱼的嘛。做生意。吼，伊掠鱼的，伊是掠鱼的。啊，掠鱼的伊就是迄个店就免较大个，啊，所以就去较细个，迄个形式就较细个。三合院吼，啊，这个县顶这种大部分拢是做生意的，这个船头行。啊，这个船头行吼，一部分就是讲，咱这个物件甲厝里的人工会真济，啊，所以需要的空间会较大。啊，以前这个砖啊贴的厝吼，嘛无法度起真悬啊，无迄个钢筋混凝土RC结构，无法度起真悬。啊，无咱起真悬的情形之下，伊佫袂使起真宽，原因就是讲以前的这个三百块吼，咱的三百块若伤大机啊、伤细机拢无合用啊，啊拄好人掠会起的，这直径直径差不多伫这个15至20这个坎站啊吼，啊才掠起，啊伊的这个跨距吼，就是讲伊会使开跨偌宽，差不多拢是4米至5米，啊咱会使对这个修理后做过程中有一个意外发现啊，就是讲较早期吼，伫这个老街这边，伊嘛是当了厝。
长了厝啊，但是伊会较为因为起码较无经济，较无遐尼好，拄开始草创，较无遐尼好，伊的经济差不多是4米左右。啊，去到即个中山路的时阵，伊就开阔做到5米啊，但是超过5米的嘛无。就差不多就上跨着安尼，因为咱遮个会起哩吼，遮个会起哩啊，所以伫即个跨度甲长度叫限制之下，只好家发展做长度吼，才有空间，才有法度人起物件。啊，才发展甲哇，即个龟仔路这边，尤其是即个要挖，即个咱较东边的这边吼，这边的厝会真长，差不多到80米遐长。会使伫内底可能做百米赛跑的吼，会使安尼看哦，啊1进2进3进4进吼5进，甚至有到6进的所在吼，啊所以变做讲即个愈来愈深安尼就去，啊所以即个形式就有啥无共吼，鹿港的是做生意的人吼，所以你真少看到合院伫鹿港。啊，咱都讲到即个不见天吼，对无？哎，这就是迄阵啊不见天的迄个熊嘛，叫不见天。啊，对，不见天。你看吼，这鹿港这个不见天，哦，那像迄海波浪，那厝顶的波浪，看起来像一个迄个厝顶海安尼吼。是。啊，以前吼，鹿港这个所在定咧落雨，啊，拢生意人嘛，啊，落雨就免做生意啊，吼，啊，所以咱伫这个带这边甲带这边中有一条这个龟仔路吼，差不多是4米甲5米的这个跨度的时阵吼。为着讲南湖嘛要做生意的时阵吼，我就甲厝顶做起来，安尼是毋是就袂南湖啊？啊，对。吼，啊，就阮就为着较讲究的所在，伊就做较水，就做一个归路顶啦吼，一个顶啊，就做一即个路的中，吼，一个顶啊，接起来了吼，规条路拢接起来了，煞变做不见天去。所以不见天是咱即马对以前的即条。迄个归路顶，即个小站的形容。迄个时阵拢点油灯啦，迄个那无啥物电火，迄个物件日本人来才有开始有电即个问题吼。啊，当然伊即个龟仔路嘛，袂规个拢暗，伊也是有一寡好汤，吼，一寡迄个天汤，伊会采光入来。哦，啊，为了即个鸡路顶，伊有时毋是干那搭厝呀，有可能搭装边啊。阮讲迄装啊去搭一块安尼会使行伫原顶。啊，所以有时吼，若较平淡讲要去恁兜找你的时阵吼，啊，即个。无一定会对行啦，吼，那对厝顶飞过安尼。是吼。啊，有听讲约会嘛会使伫原顶安尼。这点我感觉这有一定有这个电火条啊。啊，对，这就是较后期啊。这就较后期，因为日本时代来的时阵吼，这个应该是要听进前无偌久啊，吼，咱1934年前后咯吼。啊，进前吼，啊，这就是归路顶吼，咱这个看起来遮。啊，你看这个归路顶，这甲原顶这个大厝坪啊，吼，厝坪啊，这有一寡应该是日本官员啊，看起来是日本官员，起码吼咧顺序，就是咧规划讲鹿港即个归路顶，即条不见天要安怎甲拆开，因的路，迄个日本人感觉讲啊，咱台湾即种不见天安尼翕伫内底吼，像淡湿啊，太阳啊入来，所以即个拆起来才拍得到。啊，这是拆了后，规排拢是不见天，伊就用这个白楼甲咱做起来。是吼，所以讲这个白楼，哎，我记得讲我以前去鹿港，拢讲这个说白鸭厝。白楼厝对，白楼厝规排安尼。所以讲吼，后边咱来去鹿港的时阵吼，唔通干那谁家啦吼，其实吼这个所在啊，拢渔村的迄个感觉嘛是抑个低嘛吼。啊，这个所在生理人啦吼，啊这边会记哦，这边的厝拢较长哦，所以讲后边咱去特别注意讲伊迄厝，有影是长，吼拢80米，有影是会当伫内底。比赛啊，厉害哦！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1784年，鹿港去互清朝政府指定做通商的正口，所以大家拢伫今仔日的中山路起规排的楼仔厝。迄当阵，即寡楼仔厝毋是干那做生意尔，嘛是规家伙仔生活的所在。一间照细间的药局，就捌住过20外个人。这间是一个朋友的厝啦，吼，啊，这是差不多200年的古厝，啊，这来的时阵，这就是一个真普、真一般的咱的境界就对啦。入来就是厅头，啊，这就是一个楼机的所在。啊，古早人就是这个楼机拢是有一个通风甲采光的作用，吼。当然，你要看一间这个主人家的这个气派啊，大部分伊对这个厅头的这个装饰吼，拢会真迄个注重啦，吼。比如讲，咱俗语有一讲，
入门看倒椅吼，啊倒顶看花岗五赛安尼。啊，这花岗五赛就是咱馆顶的一寡花瓣竹器吼，啊，甲一寡下器花路。伫咧古早时，这个三不五时就爱住20-30个人的老厝，房间是设计做啥物款的，住起来才会舒适。阁有啥物款的规矩爱遵守，兄弟住做伙才袂伤感情咧。哦，咱拄则伫咧 VCR 内面看到，啊，这个老仔厝啊，吼，这个生活的空间啊，真晦气呢吼，因为吼，搁爱做生意。啊，我来徛家吼，啊，以早的人是安怎去分配这内底的空间？即摆中山路以前不见天这个所在，头前就是一定是做生意嘛，来来往往啊，无惊伫遐交易吼。啊，迄内底吼，阮着大部分诶，第一进内底吼，阮着落讲，大部分拢会是听头。啊，听头馆顶拢有新名吼，两边拢有太师椅安尼坐吼。啊，以前咱也无所谓即个民间公证人啦吼。啊，以前咱也双方咧做生意要做契约的时阵，咱着伫遐签契约新名有看到嘛吼。啊，所以会甲咱新名甲咱做证。啊，入去了后着一听后房。吼，啊，听后房大部分是长辈咧住，啊，过来就是主人会住较中杂，也是较阴森的所在啦。吼，啊，上后壁若要挖后门咯，迄边可能有厝里的下骹手人会去住咧遐吼。嘿，啊，咱若咧做生意的时阵，阮鹿港迄有两层楼嘛，啊，两层楼中有挖一坑，咱叫做楼井的所在。楼井。吼，啊，馆顶即个生意头家有时就伫馆顶甲咱。看下骹的人咧做事吼，有认真落来。哦，是哦。啊，所以迄个楼井吼真趣味，会使做监视器。啊，嘛会使做1楼、2楼通风甲采光的所在。我以为讲，敢若是迄个采光的功能，无原来佫有迄个监督的功能。哦，是安尼。啊，佫我捌听过人讲吼，以前迄个有一个小只人啊，伫顶悬啊看楼骹是毋是有迄个烟斗啊送经过，敢无安尼？哦，迄个哦，咱鹿港讲三不见一个，不见天，不见地，不见女人嘛吼。啊，这女人其实就保守，就无法当出外去啊，吼。啊，后壁看嘛吼，啊，阮鹿港有一寡发明啊，真趣味，比如讲即个叫做阮讲梳齿门啦吼，就是两边安尼会使，甲伊脱开小可一芳啊，会使去甲偷看咧。吼，啊，你讲伫馆顶看嘛，应该是有机会啦。若要招囝婿还是啥吼，猛偷看嘛，有可能有即个机会存在。是吼，啊，以前的人吼，像讲无讲即嘛有啥物马桶啊，吼，迄下间啊，即个物件，啊是来去安排即个洗身躯的所在，然后啊便所这个所在，如果是安那安排。以前吼，伫即个房间的边啊，咱讲好平即个所在为一个间隔吼，啊，伊就刻一个迄个茶桶，以前阮叫做苦桶，吼，啊，苦桶是一块安尼组合起来吼，啊，那当然要上即个苦桶的时阵，你就爱蹲马步嘛，是，徛在安尼裤迄个马步，安尼才有法度去放即个材料嘛。啊，我一直咧猜想讲，即摆讲迄马桶是安怎叫做马桶，咱毋是油桶，是啊，咱毋是高桶，咱毋是低桶呢？是安怎叫马桶吼？啊，这就趣味，就是我认为是以前即个苦桶吼，伫遐咧寻即个黄金的时阵，咱就爱拢就爱徛即个蹲即个马步吼，安尼才有法度去处理即个代志吼。啊，当然即个物件以前是真抢市的，就是迄是天然的肥料嘛吼。啊，自然有下骹手人家己处理掉，所以内底竟然会使免即种像咱即摆液色啊，像即种苦变的所在无。啊，你若讲有迄个。有较迄个便所迄个时阵，已经是搁较后壁咯，毋是清朝时代咯。啊，搁反映伫其他的各方面，什物生活方面有关于着即个中油准备这代志。就是讲吼，咱即个正身拢会讲，即个是倒手柄，咱这边叫两柄，正手柄这边叫好柄吼。啊，这两好柄就是有一点啊，较尊位啊，较卑微安尼会无共款的讲法吼。啊，大部分大兄伊就是住伫即个两柄。吼啊，即个二兄伊就住伫即个好边，吼，大部分是安尼。咱即个兄弟仔即个下某，咱即摆国语讲叫做祖理啦，吼。啊，咱台语拢安怎讲？就是感觉东西啊，啊，你知影东西啊安怎来无？唔知咧。哦，啊，就一个住西边，一个住东边嘛。所以讲两边是东边嘛。两边就是东边。一般咱拢是坐北看南的，即个风水是安尼讲的。伊咱佫有听讲一口罩，啊，一口罩啥物意思？咱其实吼，一个长寮厝内底有可能嘛有几落口罩。是。吼，就是讲咱今仔日大家庭住伫内底。哇塞，一人一家台，公妈随人菜。啊，对。所以讲一人一口罩。一人一口罩，啊，所以咱咧长寮厝吼内底有可能公妈厅、神明厅佫会分开，有时有2个、3个，是嘛？伊个公妈厅原因就是讲，因有小可有分房吼，啊分房伊就佫家己有一口罩，家己煮家己食嘛吼。啊，虽然共一间长寮厝，有可能会3口罩伫内底。是。啊，3口罩就可能有3
小家庭伫内底啊，是啊，合作一个大家庭。哦，冇安尼的情形。这吼无共款的这个这算讲啥醋虾嘛？这当你讲嘛？这个这有这啥？讲叫做马背啦吼。好，啊，这个所在就是一个正直啊，甲这个两边的这个规大。塑造伙伊迄个所在最重要，伊就是规个厝身拢爱靠这粒头，甲伊稳定起来。啊，你若敢若做一粒头，可能就无啥物意义啊，一粒头。但是咱就会甲做一寡文章伫内底。对啊，这是毋是甲主人家伊本身的迄个什么背字啊，或者是讲伊的徛家嘛，有关系。咱即摆拢是吼食形补形啦，啊，当然所以即个造型嘛是要有一个迄个形吼，就是讲即个拄啊好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啦吼，这金就是安尼做一个圆圆啦，像安尼一个钱安尼的意思啦吼。啊木就是一支叉苦，就是直隆隆啦吼。啊就是做较悬的吼，这个就是木型啦吼。啊水咱拢三个弯曲啦吼，三个弯曲啦吼。啊这个火型就是那像火焰安尼做法吼。啊土就是安尼较平啊较宽安尼。吼啊这当然是传统，这头其实是在人做啦吼，就是主要有伊的功能就是咧收缩。迄个正直甲两边的规大，迄个所在要收缩。啊，为着要甲即个厝吼，古厝要有一个好吉调伫遐，啊嘛下主人意嘛吼，主人讲哇，我今仔若做一个金型趁钱，吼，诚好对无吼？啊，有人做金搁做水哦，吼，金水做伙做哦，是哦，是安那趁钱那趁水吼，啊，这个愈好。即个是平民的平常人的厝，啊，咱袂使去做迄个燕尾，吼，燕尾就是若做官，伊才会使翘节，咱讲是翘节做迄个燕尾。到即个时阵，为虾米即个丈量啊是要迄落要安讲要入厝的时阵，拢爱找大目屎还是土水屎来坐大位吼。啊，过程中哦，以前阮爸爸带我去做事的时阵，一工食5顿啦。5顿。嘿，5顿你就食迄个正常的即个3顿爱食了哦，早下有点心。下晡嘛是要有点心，福利真好啊，薰酒槟榔袂使欠，吼是安那呢。真尊重。系啊，真尊重。为虾米？我有可能吼，你若无处理，我甲你即个啊，即个是甲你带一个虾米？即个酒厂，你创一个空一个吼，啊，你有晦气啊！啊，所以哦，即个咱爱麻烦即个师傅甲咱做好势吼，啊，甲真尊重，甲伊即个照顾好势，伊就甲咱厝起啊，真舒适，真吉祥。即间厝吼，咱以前拢是差不多拢是茶架啊做起来，啊，贴到上悬顶迄机梁啦，客气啊吼，表示讲即间厝的结构差不多是完整啊。是，吼，上危险的工课。就是即个梁刻起了后就结束啊！啊，剩的拢是装饰啦，要画图、要彩、要刻花啊，这拢是较迄个算枝微末节的代志吼。啊，主要是迄个结构体安尼会使徛。啊，种上危险的工课就是遐结束。啊，咱为着要感谢天地，咱就有一个上梁的这仪式。其实吼，会当去了解着讲咱的生活空间啊，嘛去了解讲咱的文化甲思想吼，就伫咧即个厝内吼，透过一间厝、一间老仔厝的即个变化甲文化，就知影讲啊，其实咱台湾人有影有真侪宝贵的宝贝甲经验吼，值得咱吼好好来去甲学习。所以讲，咱来去了解着这古早厝的故事，是毋是会当更加了解着咱台湾的文化呢？啊，有闲的时阵吼，是毋是来去这个古早家啊吼，啊，这个古早的厝来甲洗一来看一来感受内底的智慧吼。啊嘛，今日真感谢咱柯先生来到咱遮来介绍。报道歌丁用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下礼拜请准时收看咱报道歌丁。我讲到这个厝啊，就是讲我一直以为讲吼，若是好嘢。